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et Alive， 一個探索真實人生故事嘅頻道。透過分享那些不向命運低頭、勇敢追夢嘅故事，希望啟發每一位聽眾，用自己嘅方式創造你嘅不平凡人生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咁最近呢，因為炎明熹被 TVB 雪藏嘅事件呢，好多人都批評 TVB 嘅做法太過霸道，覺得佢喺度打壓緊炎明熹，甚至可能會斷送咗呢位年輕歌手嘅星途。因為始終呢 Gigi 都係香港最有潛質嘅新生代女歌手之一啦，唔少人都睇好佢會成為未來嘅香港小天后。咁呢集呢，我哋就嚟傾下嗰啲曾經被 TVB 雪藏甚至被解約嘅藝人。雖然佢哋當時都被打壓，但後來呢，佢哋嘅發展反而比起喺 TVB 嗰時候更加精彩，更加發光發熱。咁喺正式開始之前呢，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！你嘅一個訂閱呢，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支持。咁 TVB 作為老牌電視台啦，人稱為大台，點解咁中意雪藏啲藝人呢？咁以下呢，就係幾個最常見嘅雪藏原因啦。第一個原因就係唔續約。咁有啲藝人會覺得 TVB 俾嘅人工好低，同埋發展嘅潛力有限，或者係合約綁得太死，佢哋比較 prefer 有自由身，唔想續約。咁當你一講到唔續約嘅時候呢， TVB 就會即刻拉閘，將你冷處理，唔俾你有曝光嘅機會。咁第二個原因呢，就係唔聽話，因為有啲藝人呢，本身好有主見，唔係人哋叫佢做乜就做乜，可能你唔想接某啲角色啊，或者唔配合宣傳，公司就會覺得你好麻煩，開始打壓你。咁第三個原因呢，就係與高層不和，咁呢個係圈中最禁忌或者又最常見嘅一樣嘢嚟嘅。因為有啲藝人覺得自己好有實力啊，或者想爭上位，或者想加人工呢，但係如果高層唔 buy 你嘅話呢，就會覺得你喺度挑戰緊佢哋嘅權力，就可能會出手冷藏你。咁第四個原因呢，就係涉及啲爭議性嘅新聞或者形象受損嘅問題。因為一旦藝人呢有傳出緋聞啊，或者有爭議性嘅新聞嘅話，就會損害佢哋嘅形象。咁公司通常會第一時間選擇收埋起你，因為你形象一差嘅話呢，就唔再適合做門面啦。佢哋會收埋你，等風頭過咗再決定點樣處理你。咁第五個原因呢，就係你自主拍片或者自主接商業工作，因為依家有好多人呢，自己都會拍 YouTube 啦、IG 嘅廣告。咁有啲藝人呢，想行自己嘅品牌路線，但係一個唔小心呢，就會踩到合約嘅條規。TVB 一唔滿意呢，就可以即刻封殺你，唔幫你接 job。所以喺 TVB 做藝人呢，其實有時候都會步步為營啊，因為唔單止你要有才華啦，都仲要你要識做人啦，否則一個唔小心呢，就會變成下一個被雪藏嘅對象。咁今日我想講嘅第一位被雪藏嘅藝人就係前視后阿 Lee 李佳芯。咁李佳芯呢喺 IG 發咗一則貼文，就係呼籲大家去登記做選民。原本只係一個好普通嘅公民行動，點知就引起內地網民嘅反感。言論一面倒，整到風波越鬧越大。雖然李佳芯之後都急急出嚟澄清，話自己冇政治立場，只係希望大家多啲關心社會。但係風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，冇幾耐就傳出 TVB 雪藏咗佢嘅傳聞。正式離開咗 TVB 之後呢，李佳芯就自立門戶，佢自己成立咗工作室，正式升呢做老細，開始咗自由嘅演藝人生。咁佢仲獲得內地汽車品牌嘅代言，人氣同商業價值完全冇跌，反而開拓咗更廣嘅市場。阿 Lee 用行動證明咗，你可以奪走我嘅舞台，但係你奪走唔到我嘅實力同埋觀眾緣。第二位要講嘅呢，就係天王巨星劉德華。可能你未必知道呢，華仔都曾經係 TVB 雪藏名單裏邊嘅其中一員，而且一雪呢就超過咗400日。
劉德華出身於 TVB 嘅藝人訓練班，1982年憑住電視劇《獵鷹》一炮而紅。當年 TVB 力捧佢，將佢同黃日華、梁朝偉、苗僑偉、湯鎮業組成咗風靡一時嘅無線五虎。不過當 TVB 要求佢簽一份長達5年嘅合約嘅時候，華仔就選擇拒絕，因為佢唔想自己被長約困住，限制咗發展。結果就係咁激嬲咗高層。TVB 即時將佢打入冷宮，直接雪藏咗超過400日，唔俾工作，唔俾曝光，幾乎等於半封殺。後來華仔就轉戰唱歌同埋電影圈，唔單止推出多張專輯，仲獲得10大中文金曲、叱咤男歌手等大獎，成為樂壇天王。喺電影方面更加表現亮眼，一套接一套嘅經典，例如《天若有情》、《無間道》、《暗戰》，連影帝都攞過唔止一次。回望今日，冇人會記得華仔曾經被 TVB 雪藏過。相反，呢段低潮反而成為咗佢人生嘅轉捩點，逼佢跳出咗舒適圈，走出電視圈，成為真正嘅天王巨星。你得，你咪等咯。劉德華俾佢試咗2年啦，依家今時嘅今日，劉德華係最紅嗰個，唔係雪藏就可以令一個人唔紅噶嘛。最後一位要講嘅呢，就係 Coffee 林千羽，佢當年都係 TVB 嘅藝員之一啦，發展得唔錯。後來卻發生咗殘次風暴，而搞到形象大插水，之後更被 TVB 解約。咁呢段時間呢，佢嘅人生跌到落谷底，好似成個娛樂圈都唔再接受佢。但係佢都冇放棄自己，反而選擇咗轉型。咁佢開始喺 YouTube 拍片教人做瑜伽，由零開始經營自己嘅頻道，慢慢地累積人氣。而家佢已經成為咗香港首屈一指嘅百萬 YouTuber， 喺網上非常之有影響力，係一位健康生活嘅 KOL。咁 Coffee 絕對係被 TVB 放棄之後最經典、最勵志嘅例子之一。佢靠自己一步一步行返上嚟，而家活得比以前更加精彩。所以你睇下，咁多位今時今日嘅天王巨星，其實當年都係曾經被 TVB 雪藏過。咁所以 Gigi 炎明熹都真係唔需要太擔心，被雪藏、被打壓，其實都只係一個過程，唔係終點，而係一個轉折點。最重要係你點樣行落去，只要你夠堅持，你嘅光芒係冇人可以掩蓋得到嘅。咁我都好希望 Gigi 可以快啲出現喺大家面前，帶嚟新嘅作品，可以再一次發光發亮，成為香港嘅下一位天后。唔係雪藏就可以令一個人唔紅噶嘛，係咪？炎明熹咪等個時間咯，佢唔使跟我球隊，佢自己有佢。我諗喺大陸，佢一定係第二個滕子棋，佢唱唔唱得啫，最緊要係咪？如果你都中意今日我嘅分享嘅話呢，就請你記得留言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我會繼續為你帶嚟更多嘅故事。咁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